囡仔绘本创作家林小飞最近头一本台文囡仔诗《大稻埕动物园》，伊用趣味的台文诗加古锥的插图，要带大家踅大稻埕。就啰嗦的骆驼食肉酥，骆驼的骆驼林养骆驼，散步的骆驼行鸭河。愈听愈感觉趣味。作者林小飞用台文诗甲过去伊带囡仔去踅大稻埕所看到物件写落来，成做一本《大稻埕动物园》的台文册，用12首唐诗，带大家行入囡仔人眼中的大稻埕。我本来想讲汉友邦内底有足侪趣味的物件，迄海马吼，还是迄幼崽迄款，啊因拢无咧注意迄，因就看到迄路的有猫咪，就走去耍猫咪，看有狗啊，还是看到鸟啊。因为我就是想讲，因看到啥，我就要画啥嘛，所以因就是看到这啊。规本册都要充满囡仔的惊喜，作者嘛甲商品、商票，还是庙年钱的动物记录落来，自画插图甲写唐诗，用了3档的时间，到最近才出册，甲大家见面。绘本的内容风格活泼，毋是以基建为主，活进生活趣味。内底阁有一本独感，小解大稻埕的山珍海味。内底呢是阮另外一位作者，伊内底都是画了足侪咱伫潮化街会当买得到的物产哈，譬如讲有鱿鱼啊，蚵仔子白木耳，啥物拢有得着啊，迄图拢足水的。作者表示，大稻埕有真侪人百货，过年过节是大家定定来的所在。透过独感，卖当互囡仔对照人物是啥物物件，安怎的讲法？伊讲希望大家用专心的眼光来踅大稻埕，了解囡仔的好奇。记者陈亚文、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